会卡卡的，它不会停顿，播放影片要够快。荧幕直播好要选什么呢？它那个画面呢？注意看哦，这个要勾选呢，勾选场景。你看，勾选那个，刚刚那个场景是第一个是读那个，你看有没有看到读那个资料夹？场景一是读资料夹，场景二播放这个影片，播放影片。